繼續來看台東縣長姚慶玲落境參加這中國海峽論壇，講是要推廣台東的往來食客。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甲講一句講，台灣人較無咧食，引起風波。梁文傑昨是甲立委來做伙食食客雞仔餅，出面來回釋咧。會很死甜嗎？這個不會。親身來食台東縣出品的往來食客雞仔餅，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進前一句，台灣人攏袂要食往來食客，引起地方農民的不滿。在民進黨立委台東縣長參選人陳瑩邀請之下，伊第一擺為釋言回釋咧。幾乎不吃跟吃的很少這兩句話講出來，讓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樣的啊。那所以這個部分呢，如果有農民朋友，或者是說有愛吃鳳梨世家的朋友，覺得心裡不太舒服的話，那這邊我要表達歉意。怎麼樣避免被對岸當作這個統戰的運用？這個是我們所關注的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說能夠提升鳳梨世家的國內的消費量。你講吼，吃較久吼，聽了也沒有舒服到哪裡去啦。為什麼不講說我們的鳳梨世家其實都是外銷到其他的地方？我不知道你一定要買多少，但是我們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買很多的世家了。因為個放假姿態，現場也承諾買200包雞仔餅，加買100盒往來食客做年節禮品，用實際行動向農民賠罪。為替食客農發聲，台東縣議會支持也辦食客品嘗會。即馬唔是往來食客產櫃，那立議員甲縣長姚慶玲到店食切好冷凍食客。接下來的產季有大木世家，然後冬天有鳳梨世家，請大家一起把世家吃起來，好事帶回家。我愛吃鳳梨世家，台灣人吃鳳梨世家。不過，往來食客假日政治攻防，期限是在陸委會禁令之下，姚慶玲也是為推廣農產品，用互動影片方式參加中國海峽論壇。梁文傑指出，也來對姚慶玲進行行政調查，佢強調希望往來食客應加速迎接台灣人生活水果，和農民生活無需要靠對外生意收入才會穩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